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9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行政院已经核定94年厝了后出世的查甫囡仔，拢爱做兵做1年。另外，对明年开始替代役也增加射击训练。台积电举行3大批量产以及着正式抢办的典礼，互看做是要订金台湾决心消除美国市场的记录。根据着卫福部上届新的统计，台湾民众每4分钟就一个人着癌，而且大肠癌已经连续15年拢排伫咧10大癌症头名。行政议会今仔日正式来核定，而且有公告对民国113年开始义务役恢复做1年。也那这个内政部处长陈宗干表示，为着全民国防架构也看重兵役公平性，民国94年以后出世的查甫囡仔，只保留家庭也有宗教因素替代役，到时阵无开放专长研发替代役申请。明年开始咧，这替代役也增加射击训练，全民防卫动员课程。凡民国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役男，自民国113年1月1日起，回复常备兵役现役，役期1年。行政院第29个议会决定，民国113年开始恢复常备兵役役期1年，将会依照法定程序上立法院查阅了公告，应用全民国防的架构，具有兵役的公平性。民国94年厝了出世役男，只敢保留家庭宗教因素的代替役，其中以宗教因素申请获代替役，以及调整成这1年2个月，代替役也要有下班的训练，全民防卫动员课程。93年次之前的。那未来在征召服役的时候，他依然是可以申请专长跟研发。94年次从113年开始实施之后，我们就会将专长因素跟研发的这个资格就取消他的申请。义务役的时间恢复将这1年，根据国防部的规划，依然会当伫咧大学这段期间同时完成服役甲学业，包括缩短1学年的时间，也就是3年读书1年做兵，或依然会当伫咧完就业的时间同时完成学业甲兵役的义务。教育部长潘文忠讲，担心就业的方式是多元的，会尊重学生个人的意愿。学校间还有科系等，确实有它的差异吼。那这方面，那教育部会在明年这个年初啊，就会跟各大学校院，还有我们相关的学生团体，在这方面呢来做一些讨论。当然，这样的方案是给学生有一个选择的机会。那最后还是一定要尊重学生他整体的意愿的考量。1年义务役也新增加任务，谈讲着观众会伫咧明年成立4个守备旅，改建了依然将会将这资料。负责守备包括油电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也有护国神山台积电厂区的安全防护。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国防安全合作署宣布上届新的对台军售案，一届配备是美金1.8亿的火山堡垒系统，这是美国一个月来第2届配军事武器给台湾，也是拜登政府任内第8届对台军售。咱的总统府甲外交部拢表示感谢。那国防部是表示讲，这火山堡垒系统是用伫咧反敌对作战，会当拖慢中国解放军登陆的时间。美国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宣布上新对台军售案，推出金额1.8亿美金的火山堡垒系统。这是美国一个月来2摆对台军售，也是拜登政府任内第8摆对台军售。台湾政府表示感谢。拜登政府最近对台军售案大部分是后勤维保为主，这是今年第1摆对台推出新的武器系统。这充分了展现出美国政府对于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的重视，也是展现美方积极协助我国能够及时获取我国所需要的防卫，我们所需要相关的这个装备。此次统一的军售品项，具备高机动跟快速布雷的一个效能。可以有效的因应敌情威胁，来迅速做出反应。国防部指出，火山堡垒系统有高机动加快速堡垒效能，这摆军售有车载堡垒系统、卡车堡垒管等相关设备，操作甲维护备份。一台车每一摆应载960粒地雷，散布并接单，也应设定3段自毁模式，专家分析，暂时阶段用在反登陆作战，减少我方港边的作业时间。第一可能登陆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前几个小时呢，赶快把这个布雷系统开出去，然后广泛的布雷趁对方在除雷破障的时间点的时候，我们
陆军呢赶快集结部分的残存的有生战力，赶快去集结起来，把已经要上岸或已经上岸的部队把他们赶下来。美方强调军售案未改变区域军事平衡，中共地带海建立新常态，想要抹消海峡中线。外界解读台湾管辖范围实在减少，有学者认为今年两岸关系被看作是戒严了后上严重一年。美国毕竟是台湾最重要、长期支持台湾的一个潜在的盟友。但是对台湾来说的话，两岸关系其实也是具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啦，就是至少要谋求一个两岸关系的这个稳定。美中两大强权长期战略竞争，李台中分析台湾伫美中战略对抗的上头前，避免陷入二选一的困境，争取上大自主性。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大动作伫南科举行3奈米量产加新设厂房的典礼，董事长刘德音亲身出席，行政院副院长沈荣津和经济部长王美花也亲身到位。台积电阁开放互媒体到厂区导览，互外界认为讲这是咧强调台积电会定金伫台湾的决心，也要来消除外界对台积电去到美国设厂的记录。上牛了后，放炮山西扩厂工程加3奈米量产开始。台积电29伫南科举办扩厂典礼，到处金额1.86兆，佫增加招募员工11300人，甲以前计调无同。台积电邀请媒体参加，甚至开放厂区，互媒体来翕。被解读是宣示台积电会亲近台湾的决心，希望消除外界对台积电去美国设厂恐惊去台化技术外流的记录。台积公司除了在台湾持续扩建生产产能，在美国的第2期工厂建设也同步展开，将更增加台积未来成长的动能。前阵子媒体常常要访问我，关于这个台积电去美国设厂有没有去台化的问题。我们积极会跟大家讲，去台化门都没有。董事长刘德音讲，3奈米制定的良率已经甲5奈米量产工期的良率同款，也甲客户开发新的产品，佫开始大量生产。因讲对世界宣布，台积电伫3奈米量产有一定技术甲实力。相较于5奈米制程技术，我们3奈米制程逻辑密度增加约60%，在相同速度下，功耗降低30到35%。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另外，刘德音也有个德科的研发中心，会在明年第1季正式开播，进驻8000个研发人员。2奈米晶圆厂会伫新竹甲台中科学园区。不过，中科的2奈米厂恐惊因为台中市府小内阁变动，新任督发局长也无就任，要延后交代，完成明年第1季交予台积电去工厂，有可能延到第3季。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中国疫情影响，世界烦恼会对全世界经济造成新的威胁。那这台股大落，今仔日那这美股大落呢？今仔日早起呢，这台股早盘表现了也无讲介好，八落超过4%点，倒尾是落88点，收伫咧14085点。中国的防疫措施搁在放零，引起市场担心新冠疫情搁在蔓延。拜三美国股市4大指数全部拢收乌，连带影响台北股市早盘是青顺顺，开盘就盘79点，尾也是一直行价，盘中是半大盘191点，爆破14000的大关，挖滚贵线，包括团山电子甲金融拢盘，观光产业也同盘。收盘时阵是14085点，盘88点，成交金额1420亿，是一个半月以来新高。火锅前山台积电伫咧盘中把盘尾甲2%，尾下收盘时阵是收伫咧446块。台股今年大概跌了23到24%，第一个跌幅相对比较重。那我个人还是觉得，以过去20年的历史经验，台股从来没有集中交易市场，从来没有连续2年下跌，代表今年跌了23%，算是重跌了。明年反弹的机会会比较大。台股今年即个春12月30上面一个交易日就要封关。外界关心金管会有条件禁空令，也就是前一天播放超过3.5派个股，平盘以下禁止放空，是不是会一直到兔年开盘？金管会主任黄天波讲，股市稳定措施是特殊情形才会介入，就会等到市场稳定才会退场。这个措施相对是比较强，稍微强一点的。最高的时候大概会影响到330档股票，过去的经历表示说，这个措施其实对于
股价来讲是有发挥一定的功效。我们当然会在适当的时机会退场。过去的经验大概都有2-3个月的时间，但是未来会不会延长，我们也不知道。黄天博讲，台股伫最近受到俄乌战争、通膨加中国防疫政策等外在因素影响，再加上最近如果是圣诞假期，外资油价成交量较少，台股加国际港波，不过相比较之下，咱的盘板是中大板，依然希望投资人投资时阵爱谨慎。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泰世华银行发生几落解系统大动机的事件，甚至影响到伫店家路卡交易，金管会今仔日是重罚1200万，而且也要求要调降国泰世华银行总经理过级30%，时间是调降3个月。金管会表示讲，这是目前金管会针对资讯系统缺失所发上界重的金额。金管会今年4月才拄发国泰世华银行200万，想要到10月初8，搁再发生全台系统宕机事件。12月初，网络银行、行动银行速度真慢，宕机的情形才发生，严重影响到客户权益。国泰世华银行10月初8，因为内湖资讯大楼业主进行变压器工程，所出现一个发电机上过烧的情形，造成一寡server关机，才会发生系统大宕机。那造成网络银行、行动银行下无法度使用。连 ATM 也无法度领钱，造成使用国泰世华银行的人客甲店家拢无法度路卡交易。政府今年超收这4500亿的税金，在去立法院国民党团，搁在召开记者会，回复政府除了把这加收的税金献互民众以外，也应该把这加收的税金摕来贴健保。财政部代理部长冷清华表示，行政院长苏贞昌已经要求相关部会讨论纾困方案，一礼拜六高安高层会议就结果啊。今年扣税超收4500亿，到底要发现金也是用赔款来刑税，互民众引发各界讨论。29早起，国民党立院党团搁开记者会，呼吁政府除了刑税民众以外，超收的税应该用在店铺了解健保。拿超收的税收来弥补健保的亏损，不要涨健保的保费部分负担，让全民受惠。贾一峰表示，蔡政府上任这6年来，到去年总共超收的税差不多是7000亿，到今年11月为止，税收已经有超收3554亿，所以到今年底，政府超定收的税差不多1条2000亿。对加收入民众来讲，发现金是上实在。国民党立委林德福伫财委会质询时也表示，刑税民众不只是台湾，包含附近的国家新加坡，超收的税拢有在做。那你年年超征啊？不是今天而已啊！但是超征我们是基本上过去的做法是用在减少这个发债、在还债。从107年到去年为止哈，我们实际上还债的5227亿，这个是实质还债。以前还债都是通常都举新债还旧债。翁清华强调，刑税和民众要考虑是不是相关财源有符合，也要透过预算定数加规定法源，大家要有共识。苏贞昌院长已经明确指示相关部会，要研究纾困相关方案，也有振兴经济相关方案。即马在整理当中。国安高层会议按算在这礼拜六31要开，要如何刑税和民众有希望对应决定。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7803个本土病例，已经是连续9天这病例数量正悬。指挥官王必胜表示，第3批疫情确定开始，而且增加的速度会变真紧。也经过讲，咱国内中和感染的比例也会增加到5%。今年中和感染的案例已经超过10万例了，呼吁民众赶紧去做 BA.5 新配方疫苗。新冠本土疫情连续3天超过2万例，29拜四新增加27803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四同期增加要甲4成。疫情已经连续9天清悬，中重症有157例，死亡36例。疫情指挥中心讲，第3波Omicron疫情确定开始，而且增加速度正紧。今年再一次感染的人数有超过10万例，希望民众赶紧做 BA.5 次世代疫苗。目前我们的次世代的疫苗的这个覆盖率大概只有12% 左右，我想还相当的低。那希望大家在这个年前
尽快的去接种。王必成讲，年尾啊，建议民众参加跨年顶大型活动时阵，爱全程挂嘴烟，敢卖食甜。是大人囡仔，敢卖去参加人侪活动，也若每期食饭时阵，除了食的时阵，甲嘴烟摕来，第二个人讲话开讲时阵，也是爱挂。聚餐、尾牙，如果你在用餐的时候，当然是会把口罩拿下来。那如果要去活动，或者是去跟大家寒暄或者是互动的时候，尽量还是把口罩戴好，避免这个被传染。因若明年1月初1开始，防疫政策要做调整，包括无健保身份的非本国籍人士，伫台湾确诊新冠肺炎，隔离加治疗费用爱甲记录。另外，入境0+7自主防疫期间，若是有必要去病院加长照机构陪病、探病加探亲，也收证诚济，迄天快筛阴性就会使。因若有人担心中国边境解封，恐怕影响台湾的疫情，指挥中心讲，中国北京主要流行的病毒株是 BF.7， 有关是 Omicron BA.5 分支。因若咱国内前一波就是 BA.5， 所以就算是 BF.7入侵，传播性可能也较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疫情是拖到真严重，不过因是宣布要放零防疫，搁再开放民众会当出国旅游。美国伫昨就宣布，明年1月初5开始，对中国、香港、澳门入境的旅客，拢爱提供快筛阴性证明。中国外交部就批评讲，中国当咧调整防疫政策，说是有西方媒体故意伫咧炒新闻。那香港对今仔开始也取消限制自费禁令，入境也唔免做 PCR 咯。疫情大爆发的时阵，中国当局煞真紧放零防疫限制。美国卫生官员日表示，将对来自中国的入境旅客实施强制性新冠病毒体检，也是伫印度、意大利、日本甲台湾了后，对中国采取边境防疫措施的国家。这项新规定明年1月初5头早生效，所有2回甲以上的航空乘客为中国、香港、澳门提供出发前2天内的体检阴性证明，为中国直飞也是第三国，像首尔、多伦多、温哥华等1点入境旅客拢适用。另外，官员表示，出发进前10天的体检阳性乘客会当提供空号证明，取代阴性采检结果。会用新政策是因为对变异株掌握的资讯无够，也关于中国确诊增加，可能造成发展出更加侪新的变异株。世界各国调整防疫政策时，都会经历适应期，中国防疫政策换挡也不例外。目前中国疫情形势发展总体在预期和可控之中，个别西方媒体刻意炒作，甚至歪曲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却对本国经历的诸多防疫乱象和付出的沉重代价避而不谈，这完全是双重标准，严重违背新闻职业道德。以向甲中国关系无好的澳洲离岛是宣布暂时未抵美国的卡步。We'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are occurring in China and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we do. What we'll do is we'll take health advice, not just when it comes to China. When it comes to every country. 香港方面，离岛起大放零防疫措施，包括台湾旅客在内的所有国际旅客入境拢唔免过强制核酸检测，同时也取消出示疫苗通行证、检疫令、限聚令等规定，也唔过喙暗令继续。公司新闻黄慧玲编译。昨有民众投诉讲有药局卖这普拿疼，一盒要卖1500块。本地去防指控的这个药师，伊是唔承认，结果逼出录音档案。今嘛药师工会专联会、台北市卫生局，也有消保官拢要调查。这个姓洪的药师早起也出面回实咧，讲伊订关介绍是要甲人客吓惊。若阵依照着公平交易法，药师若阵有化价行为，上济会当罚到2500万。中国疫情管教全台传出退烧药出现欠费，不过代表一间药局被逼出一盒普拉疼，要卖给民众1500。他说不行，要就是1500，他没办法降价卖这样。早前录音档，药师工会全联会发现确实有起价情形。而到透早，这遭到指控的姓洪药师也公开回释咧，表示药局其实无库存，会花1500，是希望民众自然地退。关于个人用词不当，造成表达与认知的误会，本人深感不安。在此向这位消费者及社会大众来致歉。
因为这案件看起来公平交易法，台北市卫生局甲消保官透早就去邮局调出药品进货记录者的资料，了解是毋是有违规的代志。全国药师工会也开紧急商务会议，决议对第一时间无老实的药师做处罚。要把当事人移送公平交易委员会，并且我们会再收集相关的佐证，移送药师惩戒委员会，最终会把他的药师执照废除。如果有违反公平交易法的罚款金额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会要去适用这个公平交易法，而不是适用消保法来处罚。这间药局早起关门，暂时无营业。虽然药师已经回室内，不过根据药师法的规定，那卫生局调查属实，天改方式相当会废止药师证书，也公告名字甲工作地点。然后起价情形可能牵涉公平交易法第15条，应处5万到2500万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次新闻，伫南韩的京畿道古川市行人第2高速公路的隔音磅空路段，今下晡发生火灾。这起火原因可能是公车甲货车烧浓了后爆炸。韩联社的报道，目前已经知影有5个人死亡，未到40人受伤。这现场乌烟真高，火也真大。这场高速公路磅空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下晡1点49分。救照到附近的民众200多通电话了后，赶紧出动77台水灵车和190名消防人员，还有1台直升机伫现场拍火。到下晡4点左右，这警消伫现场发现讲，这车内面的有骨落下，这红烧甲乌糟糟的尸体。目前事故原因也搁伫咧调查。另外一站依然是火灾的消息，伫咧柬埔寨边境的船石城岛经交经大饭店，这礼拜暗时发生火灾，烧甲真严重，甚至传出爆炸声音。到目前为止，尚无有10个人死亡。火灾现场传来爆炸声音，这间船石城交场大饭店伫外泰国的柬埔寨边境，真受泰国游客欢迎。礼拜暗时发生火灾，烧几点钟。迄时阵有受困民众坐伫床边等待救援，不过火势真猛，有人挡袂条为5楼跳落来，边仔民众是惊甲大叫。该饭店是大面积限制火海，还有部分建筑物烧甲倒去。除了柬埔寨方面的消防员伫现场救火，泰国边境也出动军队协助救援。一直到自9早起，现场依然拢是乌烟。当地警方初步估计差不多10人死亡，700多人得救，其中真侪人受伤送医。导火原因还在调查。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发生的时阵，桥场有外籍人士。水火不前，伫地球的另外一边，中东国家约旦是发生水灾。这个游客毋是咧告船啊，是坐吉普车渡难。佩特拉古城伫约旦南部沙漠海拔1000公尺的悬山峡谷当中，城镇的建筑物拢是伫岩石顶悬刻出来。比利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吸真侪游客来观光。不过，当地第1日落一场大水雨，发生严重水灾，和这座沙漠城镇亲像水墙同款，结果道路加做串流的河流。当地紧急撤离将近2000人。过去约旦冒有几啊摆致命大水事件，2018年造成10多人死亡，1963年受23名法国游客受困伫佩特拉古城时阵，靠大水赶走，相关单位改善防洪设施甲预警系统。公司新闻单文应评。北美地区的耶诞假期受到暴风雪吞踏，干那美国上报到62个人死亡，因这积雪要140公分宽。日本暴风雪有较停啊，当地政府随派人进行灾后的救援工作。这条耶诞假期拄到世纪冰风暴和纽约州的第2大城水牛城带来约140公分深的积雪。当局出动75台吐雪车，用2天的时间，加勉强将全市65趴的大路清出一条车道，予救援人员使用。当局礼拜暗宣布车辆禁行令要伫29透早取消。此台是旅游警示，顶礼拜5关起来的水牛城尼加拉亚国际机场礼拜中昼开始也重新开放。也毋过会当讲，迄天所有预定起飞航班，毋是取消，都是延迟。This was a historic storm, probably the worst storm that the city has seen in over 50 years, and perhaps
maybe the worst storm in recorded history since these storms have been tracked. Buffalo, again, was ground zero for the storm conditions, the worst of everything. 落大西加上高峰等级的强风，供电系统大规模中断，真侪居民是掉伫无水无电0度以下低温的厝内活活冻死。国民兵礼拜伫停电区一家一户的查看，确保居民安全。纽约州警察出动小型装甲车搬运路边车辆的同时，也爱查看车内敢有受困冻死的驾驶人。消息指出，有一名父亲带4名细汉的囝儿开车上路，结果伫暴风雪风调在1点钟才获救。若无这样幸运冻死伫路上的案例，佫较是袂少。有批评者指责当局伤晚下达交通禁行令，大风雪中交通大拍夹，才会有遐尔侪危险发生。纽约州这礼拜较晚，有了气温会回升到69度，也毋过加拿大、美国西岸甲洛基山脉地区雪也未脱离险境。加拿大安大略省甲水牛城小对望的伊利堡，乌花的厝全互高高的雪砍掉的，倒像动画片，并设计因共款。安大略省有超过1万人，快要可是有19000人无电通啊用。那美西伫大气河流高浓度水汽的侵袭之下出现强风大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俄罗斯军队自到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大城市发射超过120粒飞弹，伫西部地区有90%的这个电力供应拢害去啊！这俄罗斯军队自八也对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发动20多架空袭，造成当地一间妇产科病院严重损害。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自八是对国会发表演说，强调这场战争让欧洲国家变更加团结啊！见到的红色手面破碎，家己要见到来看，这是当地妇产科病院，因为受到俄军轰炸，险险正做病地。俄国战争超过10个月，俄军礼拜透早对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发动空袭，至少发射33粒飞弹，造成当地妇产病院毁损。嘛，互医生、护理师甲产妇变甲真惊吓。Это было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и неожиданно резкие начали взрывы, начала вылетать ручка с окна. Вот, стекла. Ой, руки до сих пор трусятся, если честно. 病院受到攻击的时阵，有5名妇产人待在病院，其中1名才打破腹生囡仔，无到半点钟，就互医护人员经去送去地下室的防空壕避难。这场战事超过10个月，在欧美各国一直帮助乌克兰之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礼拜嘛在国会演讲的时阵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颠倒互欧洲国家变加更加团结。Допомогли Європі відчути себе не кількома чемпіонатами з командами різного рівня, а однією сильною командою, яка разом з усім вільним світом бореться за цю важливу перемогу. 泽连斯基表示，战争嘛，互乌克兰成做全球的领袖之一，而且透过甲俄罗斯换犯人的计划，救出1456个人，为乌克兰拼死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嘛重新打造全球的价值观念。另外，俄罗斯征召30万的士兵投入乌克兰战场，在俄罗斯律师联盟成功争取之下，只要在2020年到2024年参加乌克兰战术的俄军，政府拢会提供免费冷冻精准的福利，确保士兵阵亡也是因为受伤失去生育能力了后，加后嘛当照着这款方式留下家己的后代，互愿意去参战的士兵更加无烦恼。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联合国秘书长自八发表谈话，希望明年全世界会当甲和平找到回来。另外，纽约市民要参加大摒扫日，甲派回一个纸条字条，代表派运离开啊。真侪人是拢希望这乌克兰战争赶紧结束，秘鲁的萨曼就预测讲，停战时间点会伫咧明年8月。2022年就要结束，联合国秘书长李贝发表年终谈话，回看这1年来全世界局势，讲到俄乌战争、极端气候、女权、信仰自由加网络霸凌等问题，希望用对话解决冲突，减少仇恨的言论，并且保障人权。希望2023年全世界做定甲和平找回来。Together, let's make 2023 a year when peace is restored to our lives, our homes, and our world. 小下想要一早会负面的回忆，加纸条拆掉，独步关卡来迎接新的一年。
纽约时报矿场今年这边的大扫除日，今年是第16届，这边踊跃参加小型障碍赛，季度派军。往年有真侪人想要摆脱散车甲病痛，今年是亲像新冠疫情甲五战争拢上榜。I work at a hospital. It's been a long, long 3 years, and we all want to be done with this. We're getting rid of Ukraine versus Russian war. My personal decision to skip a semester, which is called semester gap. 南美洲国家比类3万5元，也拄好呼应民众的愿望。伫咧首都利马有一连3万用传统仪式，有言明年8月进前，乌克兰甲俄罗斯会签和平协议。无论是毋是真正的是祈求和平甲结束疫情，是全世界人类共同的新年愿望。公司新闻牛延编辑。报案伊朗头巾示威，去互政府镇压，着一名伫咧法国留学的伊朗查甫人，以拜一跳河自尽。以下留一段影片，伊认为安尼死做呢，会当引起众人对伊朗局势关注。另外，也有一名伊朗的西洋棋这个查甫选手，去到哈萨克比赛时阵无戴头巾，外界拢认为讲伊是咧声援头巾示威，也烦恼讲伊回去伊朗了后会去互送中效。法国里昂这个球拜一发生导火自尽的悲剧，为伊朗来莫拉迪采取激烈手段表达家己的诉求，个性在 IG 留一段影片。When you watch this video, I will not be alive. I will be dead. I decided to do this to show everybody that we Iranians need help. 38岁莫拉迪是读着书系留学生，甲太太到法国已经3年。伊翕完一段影片了后，就为球顶跳落来，遗体七日刚暗时发现的时阵已经无救。莫拉迪讲，伊希望大家关注伊朗目前的抗争行动，和政府残酷镇压。今年9月，一个伊朗考叫做女子艾米尼，因为无挂好头巾，被当地警察拘留期间离奇身亡。然后，伊朗各地反政府示威潮，真侪人因为参加抗争被抓判刑，甚至有2人已经公开处决。人权团体各估算，至少500人在镇压当中死亡。You know, us Iranians, we have a constant feeling of guilt. It's a struggle to live in safety here when we know our people back home in Iran are facing bullets. 导火自尽莫拉迪希望用家己性命唤起外界对伊朗人权的重视。另外，伫哈萨克的国际西洋棋比赛，也有一位伊朗的女选手塔戴姆连续2天无戴头巾上场。外界解读伊是用行动声援头巾示威，也烦恼伊回国了后是毋是会遭到整肃。进前伊朗的女性攀岩好手雷卡比，伫南韩参加比赛时阵无戴头巾，回国时阵受示威群众影响式欢迎。后来伊表示，家己迄时阵是临时上场，无戴头巾只是意外，毋是故意。公司新闻张慧敏评价。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公布国内民众着感的统计，伫109年，计共有12万1000多人得着感症，比108年增加700多人，平均4分19秒就增加一个得感症的病人。其中，这大肠癌是连续15年，拢是10大癌症的头名。来讲到这第2名到第5名，分别是肺癌、女性淋癌、肝癌，也个喙腔癌。国健署公布2020年癌症调查结果，有超过12万人得癌，平均一年增加700多人。大肠癌也是15年来发生比率上悬的癌症。那以生理性别来分，男性癌症发生比率上悬的器官，分别是大肠、肺部甲气管、口腔、肝、尿泡腺等等。女性方面分别是淋巴、肺部甲气管、大肠、氨基腺、子宫等等。大肠癌发生的原因那有非常的多了那这些红肉啦，或者是酗酒啦，或者是高纤维矿物质摄入不够的话，那其实饮食习惯也会去影响。那肥胖、不运动啦等等都有相关的因素。另外，根据调查，2020年台湾平均每4分19秒就一个人得癌，平均一年来讲是近1秒，而且逐年都有加较紧的趋势。那我想长期趋势来讲，其实它是有趋缓的一个趋势。烟、槟酒啦，特别是男性，我们刚
常常看到了男性跟女性的一个这个癌症的发生，其实在口腔癌跟食道癌的比例是差距相当的大。郭建树强调，粉、槟榔、酒甲调感有绝对的关系，呼吁民众要培养好的生活习惯。另外，郭建树有提供口腔癌、大肠癌、子宫颈癌、脸癌、肺癌5种癌症的体检，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参与，会使有效降低死亡比率。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112学年度大学学测会伫明年1月13到15举行。大考中心自9公布防疫规范，并搁再磅体温，也头一届开放确诊轻症无症状以及着快筛阳性的考生考试。若准是中症或者是重症，考生就袂当来考试。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今仔日也公布，已经报名112学年度的这个学测术科考试或者是分科测验的考生，那最因为防疫规定袂当考试，或者是考试期间因为防疫规定无法度全程参与的考生，那总有符合这2种情形，会当向招联会提出申请补救方案。树林地检署掌握国民党北投树林区党部执行长陈焕川涉嫌用现金买票去洪玉谈了后，以5万块交保。洪声讲，这陈焕川是新科技员林庆仁的条仔卡，因为林庆仁是自备以证人身份去洪玉谈，伊强调讲陈焕川毋是伊的条仔卡，也讲家己无贿选。咱来讲到这站买票事件，洪声这出钱的人，就是国民党中常委萧景田，也因为伊去洪列做被告，一直无到案说明，目前检方已经甲通缉。根据树林地检署掌握关键通话内容，国民党北投树林区党部执行长陈焕川伫9号选举期间打电话向李柳现金买票，佮传出背后金主是国民党中常委萧景田。树林地检署当调查陈焕川是替什么人买票，风声伊是新科市议员林行志的条仔卡，也毋过林行志离背，以证人身份和约谈的是好人，强调家己是受害者。曾焕川他本身是党工，他不是我的庄脚，也不是我的竞选干部。好，昨天其实检调也问到这一个问题，我也跟他讲得很清楚。如果今天我是有涉案的话，他就不会用证人的身份来找我。传出是幕后金主的萧景田，顶日也互检方调回被告，因过团款无够。检方认定萧景田可能逃亡，还是藏起来，2早起正式发布通缉。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强调尊重检调，因过希望唔通选择性办案。我们的态度一向非常清楚我们尊重司法的调查，我们也呼吁检方勿忘勿重那也很多人提到说，不管蓝白绿，希望检方都能够一律公平对待。这件技术毁损案也伫地方摊开，引起未少里长的议论。对此，树林地检署表示，案件也在侦办，无法度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教育基本法规定讲，这学校是中立的所在。不过，台中市公立的这个学校的走马灯，最近出现讲，这媒体调查台中市政满意度是6都第1名，还有台中购物节抽轿车，还有出一挂的字。对老师甲民众感觉讲，安尼生走马灯这个字是无妥当的。原来是新闻局发公文要求学校配合，理由讲是民众有知影的权利。学校的走马灯出现，台中购物节有机会抽油电车甲精品好处。后一段是有某一间媒体调查，台中市政满意度6都第1个字。有民代收到真侪位老师的投诉，台中市府要求各级公立学校协助刊登正能宣导，造成学校负担。民众也认为政治性的宣传字无应该出现的学校。这就有很多人向我们检举陈情去反映，台中市政府要求各学校在跑马灯去跑放跟教育无关的市府资讯。学校平常的教育行政负担已经相当沉重了，不要给老师、给学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学校啦，应该还是宣传就是有关跟小朋友的活动。对，或是学校的活动，或是教育有关的比较好啦。对，政治还是跟学校要有分割。新闻局的2张公文寄光，内容甚至也包括宣传亚旦嘉年华、跨年演唱会等活动。有高中正式已经收到公文，要讲唔拿台中市府，包括法务部也会请求宣导反导，一直能力范围之内协助推步。政府它目前有在推行的一些市政的一些活动，然后就会
新闻来请我们学校协助做推播这样子，我们会设定时间，然后把文字然后登打上去，然后就让程式下去跑。考量学校机关电子荧幕比较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更易取得相关政府资讯，也能够借此机会让学生在校园中了解公共事务，满足民众知的权利。新闻局表示，学校电子屏幕瓦近民众日常生活宣导内容，甲民众权益相关，更加会当让学生了解公共事务。因为公立学校的走马灯甲电视壁多数是家己装的，也是外界关键，也无相关法条会当遵守。国校并无一致保护的标准。这摆市府政令宣导的字引起关注，也凸显学校的外交处境。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日前暗时有一台公车撞死一对等咧过车路的母仔囝，外界也质疑讲这当年的公车评鉴制度，敢是伫咧应付尔尔。台中市警方今日去到车祸地点加强处理，学者甲民代拢要求因着爱加强检讨。台中市政府宣布，过年进前要求所有的客运业者爱甲司机叫回来做安全训练。警察伫咧路口徛哨，处理无让过路人的车辆。台中市27号半暝，一台公车转弯的时阵无减速，直接撞到斑马线顶悬的行人，造成2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29号，警方是转来到事发路口加强宣导处理，但是民众认为台湾行人路权不彰，拢有去抢警车辆惊到的经验。他就直接冲过去了，不管你是不是行人啊，那你就心里就会觉得很那个啊。我觉得应该要罚重一点，因为我觉得你没有罚重一点，大家都不怕啊。反正出事情才再来过也没用了。刚一台公车也曾经去民众翕到，就算讲有坐轮椅的准备过马路，边啊甚至还有警察伫咧开单，公车是照常强行越过。台中市府最近是公布公车评鉴，肇事客运业者列为架顶，向质疑评鉴有敢若无咧。外界认为应该要求业者落实驾驶只差确认，而且调整评鉴的配分。只差确认，停下来，司机还要跟那个火车司机一样，看到那个号志机一样，手要比一下。你公司你的高层就是要坚持啊，不停那就是开除啊。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司机难找，所以有一些良莠不齐的司机他也不好管理啊。跟驾驶员的这个安全的相关，也就是我们司机的安全训练只占了里面服务态度里面的4分，我觉得这是有必要大幅度的调整。交通安全的议题愈吵愈热，台中市长罗秀燕29号宣布，要求台中市所有公车业者，伫咧农历年前教会所有的驾驶进行安全教育，要求所有的公车业者在农历年前必须对于所有的公车司机进行安全的教育必须召回，强制召回。交通局强调，已经对肇事的业者开罚，目前当地咧建议加严评鉴的方法，而且加强处理公车无让过路人的行为。但是，是毋是对于保障行人路权发挥效用，也佫有待时间的观察。记者台中报道。讲到这柑仔类的水果，伫新竹县算是量上介济农作物。不过今年重要产地这宝山乡受到气候影响，碰柑产量平应过是减少到4成至5成，糖柑是更加惨，只剩1成半。前阵子不是风很大吗？寒流来的时候风很大，然后它就倒掉了。看到家己辛苦一年所种的柑仔树规丛倒去，心肝内实在真艰苦。新竹县宝山乡种柑仔类的面积有323公顷，今年受到天气影响，碰柑产量比过去减4成到5成，糖柑敢若剩1成半。产量一般是大部分都减少，有的一半哦，有的减少的有一半，甚至像有这样一颗整株来讲结没几个。不过嘛，因为安尼，柑仔树的营养拢集中互留落来的柑仔，甜度上悬有13度外，平均嘛有12度。品质是比过去更加好。桶柑的结果率大概只剩下1成半，所以我们就有所谓的这一个农损的一个补助。那我们碰柑以及其他柑橘类的影响大概我们只剩下5成多的这一个产量。品质上面是因为它的整个的营养养分会集中在我们的这一个少量的柑橘上面，所以我们的柑橘的今年的产量减少，但是我们的品质相对的更好。今年的那个结果量可能少了将近4成，那可是价格只有
提高1成，那整体对农民来说的收入是少了将近3成左右。宝山乡因为环境关系，日照充足，排水好，生产出来碰柑品质好。每一年拢是大家过年送礼、伴手礼。今年因为产量少，计销比去年起1成左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有一对香港甲台湾的同性情伴，因的婚姻关系寄予户政机关撤销。因也提起诉讼，今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宣判因胜诉，这已经是第5件台湾甲外国同性婚姻胜诉的案件了。最后，为了能够家庭团聚，我太太只能辞去了稳定的工作，选择以学生签证到台湾当一个30多岁的学生。只因为这是婚姻不被承认的我们唯一可以团聚的方法。台湾的鸟仔甲香港的阿雪本地2019年已经伫台湾登记结婚，不过阿雪要申请移亲来台湾的时，移民署讲伊摕的是英国 BNO 护照，伫台湾的法律也是当作香港人，因为香港无承认同性婚姻，撤销因的婚姻关系。经过2档的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入稿宣判鸟仔甲阿雪胜诉，婚姻关系总算受到承认。行政怠惰。行政怠惰，司法买单，司法买单。协助拍官司的台湾判例权益推动联盟伫法院头前开记者会表示，这已经是第5件合国同性婚姻官司，而且5届拢是户政机关败诉。不过政府说依然无愿意主动用限式来保障合国同性判例的权益，放互一对一对的判例爱开真多钱甲时间拍官司。而我们更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还沉醉在3年前同婚合法、亚洲第一这种美梦里，但是明明可以很快的去更改违法的函释，却迟迟不愿意修正。前内政部长徐国勇已经辞职，简直嘅呼吁，希望后一任部长会当担起责任，让全台湾几600对合国同性判例的婚姻权受到保障。记者林书霞、郭林台北报道。人讲家己在一层是较赢看别人。今日教育部举办期职职工颁奖典礼，表扬42组58人伫咧各种期职领域有好表现。希望大家看到一寡选手，会当知影讲行行拢会出状元。3个少年囡仔伫今年第46届国际机灵竞赛顶悬摕到冠军，是台湾历史上第1块集体创造的金牌。毋但安尼，因阁伫世界舞台顶用台语向大家宣誓。我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宣誓，本着世界机灵大赛精神，公平竞赛，尊重甲遵守道德行为原则、竞赛规定，甲世界机灵大赛的价值甲理念。我当初只是认为讲，宣誓讲中文，敢若无啥物特别的。若讲台语，敢若会使甲大家拢无共款，搁会使顺续宣传台湾母语文化。入到教育部举办期职职工颁奖典礼，表扬伫国际比赛有好成绩的选手，也有伫无共期职领域有好表现的高人，总共有42组58人得奖。其中转去故乡婚姻未了，接厝内鱼骨仔的林家华，利用伫学校学到的物件，顺利提升台湾雕的产量，搁销去国外，得到百大青龙的肯定。人讲咱回去的时阵，是大人嘛老啊，伊要甲你教嘛无体力，所以咱就是希望较早学，然后较早甲因的技术学起来，嘿，啊加上学校学的物件，甲加入去，然后去做改变。教育部长潘文忠致辞表示，希望透过这个颁奖典礼，让大家看到期职好好啊读，绝对会有前途。记者林书霞、桂林台北报道。嘉义县政府最近邀请台湾科学教育馆甲正受欢迎的风行展搬来到北回太空教育馆展出。这展览内面有个互动体验，也有工作坊，真侪来参加的学生囡仔拢讲这真新鲜。囡仔家做出来的物件，放入去风筒内底，趣味的结果，囡仔拢爽了，真欢喜。嘛，顺续学到科学知识。嘉义县政府邀请台湾科学教育馆、伫北回馆太空教育馆举办风行地展。飞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大概集中在比较稳的地方，就比较中间，胶带粘起来，再粘4个羽毛。然后再粘这4个仿生特展呢，就是要让我们去学习说，我们大自然里面有哪些东西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
动物、植物，还有我们自然环境里面呢，有哪些生活上的智慧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除了真侪用自然环境做主题科学知识，现场嘛有会当动手做的工作坊，要互囡仔会当实际来认捌这个科学原理。台湾科学教育馆表示，生态观察嘛会当是创意的来源。用绳子，然后串过来，然后再用这个上去固定，然后再让它用松一点，然后拉就 OK 了。那你觉得好玩吗？还蛮好玩的。培养学生创造思考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展览，我相信可以带给很多学生的话，他在创造思考过程中的一个新的点子。这个丰兴地点为今仔开始，一直到明年8月2日，会伫嘉义县北回馆太空教育馆来展出。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讲，有规划科学的课程，帮助坊甲专题讲座，希望这个展览会当让民众对环保甲科学有新的认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囡仔绘本创作家林小飞最近头一本台文囡仔诗《大稻埕动物园》，伊用趣味的台文诗加古锥插图，要带大家踅大稻埕。就啰嗦的骆驼食肉酥，骆驼的骆驼林用骆驼，散步的骆驼行压号。愈听愈感觉趣味，作者林小飞用台本诗甲过去伊带囡仔去踅大稻埕所看到物件写落来，制作一本《大稻埕动物园》的台文册，用12首唐诗，带大家行入囡仔人眼中的大稻埕。我本来想讲汉友邦内底有足侪趣味的物件，迄海马吼，还是迄幼崽迄款，啊因拢无咧注意迄，因就看到迄路的有有猫咪，嘿，就走去耍猫咪。看有狗啊，还是看到鸟啊？因为我就是想讲，因看到啥，我就要画啥嘛，所以因个就是看到这啊。规本册都要充满囡仔的惊喜，作者嘛甲商品、商标，还是庙年钱的动物记录落来，自画插图甲写唐诗，用了3档的时间，到最近才出册，甲大家见面。绘本的内容风格活泼，毋是以基建为主，活近生活趣味。内底阁有一本独感，小解大稻埕的山珍海味。内底呢是阮另外一位作者，伊内底都是画了足侪咱伫潮化街会当买得到的物产哈，譬如讲有鱿鱼啊，蚵仔嘿，白木耳，啥物拢有得着啊，迄图拢足水的。作者表示，大稻埕有真侪人百货，过年过节是大家定定来的所在。透过独家卖当，互囡仔对照认捌是啥物物件，安怎的讲法？伊讲希望大家用专心的眼光来踅大稻埕，了解囡仔的好奇。记者电影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今年已经95岁天主教前教宗本笃16世传出健康情形恶化，这梵蒂冈也正式公布症状况无好，教宗本这个昨夜替前教宗祈福，要去解探望。天主教宗方济各伫28公开接见结束的时阵，呼吁各界爱替前教宗本笃16世来祈祷，还佫讲本笃16世病甲真严重。Vorrei chiedere a tutti voi una preghiera speciale per Papa Emerito Benedetto, che nel silenzio sta sostenendo la Chiesa. Ricordarlo è molto ammalato, chiedendo al Signore di lo console. 梵蒂冈时刷个证明讲，高年95岁这本笃16世，伫过去几点钟内，伊的健康状况一直恶化，目前的情况还佫在控制中。方济各嘛已经去伊住所甲探视，民众听到这个消息，嘛拢来替本笃16世来祈祷。È una buona persona che ha fatto tanto per la Chiesa e quindi è giusto pregare anche per lui perché comunque è in una situazione di difficoltà e dobbiamo sempre rivolgergli una preghiera. Und ich denke, wenn er wirklich heute versterben sollte oder versterben sollte, dann wünschen wir ihm ein gutes Heimkommen im Glauben. 本笃16世是天主教第265任教宗。2005年的时阵，伊当选教宗。2013年，伊用身体的健康无好来退位，成做天主教600年来头一个伫在任时职的教宗。卸任了后，本笃16世伊就一直住伫个梵蒂冈。专门采访教宗的记者讲，假使本笃16世若是过身去，这一切拢会是第一遍发生。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
基隆到新竹对14度到21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